台湾人迄经验也高，跟日本人迄高经验，他们对救灾弱势，他们对防灾更弱势。都买是多说时间，该时间来青号搞无线电，你是2年过来的，那就越晚就走火入魔了，更高是更拍的。大丈夫ですか？有想过会一直做这一辈子当职业，但是没有想到会变事业。那既然有这个舞台，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如果我这条路没有选对的话，检查装备，准备出发喽！今本日，你要听定日本广岛嘅手球队强项入赛训练，为到赶时间抢救灾难现场嘅各条生命。正式嘅训练就係手球隊嘅基礎。帶領團隊第一線嘅 leader 係我桃園嘅同鄉黃春燕，年代係節目桃園，也是係你綜合他鄉幕後做視頻嘅傾哥。3年前行到日本來揾咗條路，機會難得啦。今日就聽你我強下體驗鄉親變下 camera 過後嘅人生進行式。傾哥，你係乜嘅單位啊？我這個單位叫 Peace in Japan。和平之風，大部分係做人道救援那部，差不多做20-2年。20-2年啊！我們到現場速度真屌。不過明眼就想講，剛才就多的時間，你的社防來單位還有那個國家的救災單位蠻多沒。所以我們就是想要多做一點事情。在3年前開始買的是組織一家自己的搜救隊。自己搜救隊。一個我們叫做 Search and Rescue 嘛，就是 SAR，搜救隊這樣，就開始訓練我們的年輕人。剛才留在團隊裡面，就除了做人道資源以外，還有做流浪犬的事業。啊，今日你來到啲訓練場嘛，看到還有冇推演啲做乜嘅事情？那有時候我們會有他狗的地方，本年然後叫船然後變好來，變好來沒有用很多。該段時間啊，就是中國來的繩索技術。繩索技術對整個世界上的搜救隊裡面來講，它只是其中一個項目。所以在繩索技術裡面，輕負差吧，差不多半年到1年，當然就小扣就小扣，有種時間。唔成空呢條裝備啊，唔敢講，自家準備嘅還有救人呢。咁我哋自家準備嘅是很多 PPE 啊 ，PPE（Personal Protect Equipment），個人保護裝備。那它有分很多種，每一種領域都有 PPE 啊。那針對山域中間的繩索的部分，你就看到我們就全身套帶嘛，還有索嘅啊，索嘅100，現在100都差不多。幾用索嘅啊？佢差不多其實。6成中人到9年嘅 Peace Wings 係日本前4大非政府組織，無論係敘利亞老肯亞難民嘅物資發放、老醫療照護，斯里蘭卡還有當地文嘅灌溉設施改造、老農業培訓領導。20幾年來，佢哋嘅生養老駐點分布海內外，為咗下一格把握黃金嘅救援時間 ，Peace Wings 3年前決心強化國際搜救部門。有請啲亞洲搜救領域當有名嘅傾哥加入團隊，老幾桃園做義勇鐵種搜救隊，老葡萄亞洲6國嘅國際民間救難組織隊長經驗，傳承本新一代有心人。像你看推演啊，樣板線有乜個特質哇？當然選漂亮的。正經的。你聽到了，重要啊。聽到了。因為喺你救的時候哈，那些。譬如說那些傷者啊，說哦，看到那個漂亮的天使般的，對，天使來了哈，終於被你救。主要還是要熱忱啊。它一部分來講呢，我們會選擇它的主動學習性比較強烈的。求知欲強。畢竟這也是服務人嘛。我們講這個體能、技能、態度、倫理，主要還是要他想學。他如果不想學，我們教他，他都做，他都撐不住。來。差唔多幾個啊？差唔多。這個強有冇？6米吧。6米啊。3、4啊。係。ちょっと再現したい感じです。はい。我知道天你來個啦。我說你不是我們的隊員啊，隨便弄一下就好了。じゃあ你想チェックしてあげてください。ハーネスを。大丈夫。up，你绑該縫起來下坡對不對？抓下面紅繩子，也可以調整一下就可以。
天啊，真少9年无简单呢。无简单，你还不用揪啊？哦，那我够记得。错吧？你现在工作是被救的。好的，现在就是脚很软。这个刚好就是恐惧点的高度了，4楼了。没关系，你就轻轻的做出来就好了。对，好可怕，我不敢放。抓绳子，做出来。好，放出来。好，放出来。脚先顶出来。OK， 好，小心哦。这位，你要坐普通车还是新干线？哎，那个普通车就好了。平快也可以。这点小个新干线个都行。Ken 哥冇咩生爱人，吓都吓死哦！我哋吼手机种类众多，耐杀奖啦、体痛、风采了掉，样板是面对所有的突发状况，保护自家还有措手你，唔免影响按简单。还那唔是讲要同时受到多方面的情绪压力，然后克服自家的强。故所讲咧，按样板是让所有的专业专做身体的记忆，却记得最重要的课题之一。韩国同时受救勤的训练，咩为了救出很多人。个来列为主要的训练系嘛？该对叫的。从列为来讲，我们会有足迹的搜索啊。从比如说你去山，你跟得去，那可能2天3天以后我们来找你的时候，那就训练他们用足迹去搜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叫广域搜索，就人家看到会不会来叫在场地来讲，我们就是模拟是地震的倒塌区，它有在瓦砾堆下面，或是把它遮蔽起来，让它去分辨味道。主要嗅觉。所以搜救哈，搜是一个部分，Q 妹的部分，搜的部分我们有人的搜索，电子仪器搜索，还有双眼要应用动物的搜索。因为狗的嗅觉，它对很多味道它会分得很细，所以我们就利用狗这个特性。有品种的规格嘛？有摆搜救犬的文化来讲的话，像拉布拉多、狼犬、米格鲁、猎犬，它有3、4种是比较适合的。其实，在我们这单位，我们就打破这个迷思了。我们就觉得说，纯种狗也好，混种狗也好，米克斯也好，我们都给它一样的训练，从中间挑出好的。那事实上也证明，等下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些是纯种狗跟搜救犬，它的表现都其实差不多。渐渐现在在搜救犬这个圈子里面，这个混种狗的这个接受度已经很高了。可是台湾现在做得很好，高雄他们现在这样做，狗勇他们把这个流浪犬呢送到消防的机关去。那如果你的狗素质不错，高雄也会训练他们成为搜救犬。台湾的部分正也没做到以后哈。像刚才讲安多聪。系啊。我大家讲，你请的话请清楚。晚上回来，你空点来再请回来好吗？我来看哦。对啊，体验一下灾民的感觉。好，做唔得作弊哦。搜救犬嘅训练养成，假使讲係對一出世開始，差唔多要3年時間，老師要冷靜嘅潛到叫無強樣哦。一條別叫嘅也有搜救嘅潛力，故受特別任務對啲準高地位度累積經驗。對2021年起始，組織開始對流浪狗嘅照顧，搜救狗嘅大部分出到地位度顯出來嘅。聽佢講，雖然要用較長嘅時間，本狗對人無安強。唔過係講老訓練員有堅定的信任關係，記得要成立是動態哦。我也本人關到動到飛咧呢樂觀嘅地方，當講也條米絲老生會影響到佢條。每次都係當中，跌臉軟骨功，加下捶醬，跌下抗落上嘅度。我要記到任務嘅下，仲未講晒。お願いします。大家いますか？
耶！啊，多对嘛？多对，是的，懂厉害。弟弟不爱赌啊，其实有点害怕，就是那种阴暗感。我讲，不过叫我来的时间，开的时间，他说啊，救星来了，天使来了，这种感觉，我可以体会到那个2种心情，一种就是受难者，一种就是对，然后等待救星来了，吵，听到狗的声音，系啊，你当聪明的一下就寻到的。这2条经验丰富的小狗叫的，是团队最本人心的嗰一盘，其中啊充满法力的哈鲁库。哈娜是全日本前6名轻强的小狗叫的哦。经过1周深的训练，做得感受到更高的训练安全担保的生意老用心。行业日本的救难组织内统，每本具有无强的感受和认证。来这边也长的时间的嘛，台湾人日本人对救灾的那个想法、习惯都无强。譬如讲一个最简单的，譬如讲台湾的铁桶啊。脸书成有地震咧，唔可以想到讲要救一家，日本哦。我从要讲啥啊？我讲台湾人迄经验也高，甲日本人迄高尊敬的。其实学生的伫学校开始，他们的防灾教育也抗疫是先落实的。还有一个叫做反假困难训练，前1个礼拜就在电视上面，其实不用送来讲，我1月1号要做反假困难的训练，在电视上播。你那天想要当志工的。在你袖子上面绑白色，你想要当灾民的，你在袖子上绑橘色。哦，电视就告诉你，那你那天参加的人，你公司可以请公假。哎呦，他玩真的，他们对救灾落实，他们对防灾更落实。哦，先防才能救，如果你防没有做好，你才要救。所以他认为说，我与其训练这么多救，我不如在防就开始做好。所以他对民众的防灾意识、社区防灾意识、公司的防灾意识。他全部都给得很扎实，他鼓励你去参加训练。要因为来到这边，才开始体认到啊，你过去在台湾做很多的救灾、防灾的练习。到这边了，你知道你有输日本人吗？我们的演练比较属于表演了，所以比较没有办法说赢还是输了。但是你说演习啊那种跑龙套的就也表演得不错了。哦，知道了。如果要比表演的话，我们应该也没有输人家，演技到位了，对。但是要技术上面的单项技术，或者是说这个救灾战术的话，我觉得我们台湾这几年发展得很好。就你知道台湾人日本人最大的落差在哪里？应该是说，我知道日本的 NGO 组织，它非常有规模、有系统。哦，你现在看到我们的同仁，每一位都是照着薪水在领的，劳保、健保，该放的假给你放，该领的民众产业给你领。他在 NGO 组织里面工作，他不是去把他的时间完全无私的奉献出来。台湾是你要业余之后才能做啊。你做腿部做到就叫 TV 嘞，你再有时间拿钱出来，拿时间出来做那样的事情。哎呦，那不是某情况。按做检查呀。对1995年的阪神太铁桶开始，也就天生太当的度过，老达从灾难的危机变作改变的机会。建修正做来好看的体制老政策，公开相关的资讯，数据 APP、漫画，朝上嘅防灾专题列条，老防灾意识升级做全民运通，甚至落实做生存的本能。听佢讲，先唔讲重批，台湾专业人才技术唔可以输人，很超前日本嘅。不过，因你嘅社會喺災難發生之前，係唔係有自我防備，唔可以搶敵嘅人來叫佢強勢？其實哦，要不喺我哋本叫待嘅地方。一間差唔多有幾張票？一間漂亮條橋。漂亮條橋誒。而家啲係咪最冷嘅時間？到零下15、6度。會落雪是嗎？最熱是差不多30、15度。哦。可是我哋那邊熱天是不會打冷氣，寒天是會打雪地。你飛機當要看下去，正經當江以外，比如要去體驗當重要的任務，知道嗎？我要帶你去見我們的島主，島主見我們的海軍部部長。哇！
可是我听讲说，应该天是不会打人去，黄天是会打小鸡。按台湾吼，真好啊！跟马克时间开始哈，就是开始有流浪狗这个机制。差不多6年前开始。6年前，我们的本部，我们的人道救援事业部，有多2个月时间，我就是发现过，整个广岛在全日本的那个流浪犬的扑杀率是最高的。我们希望就是尊重生命跟动物。所以我们就开始就想，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改善这个。广岛这个扑杀率最高这件事情，其他县市也开始在陆续在做。原来广岛从最糟变成最好，原来是可以的。那他就我们这边就变成一个典范的。都领养那边1100多只，我们收养1100多只。跟你讲1000人条叫照顾人里面一多。目前我们的工作人员大概80几人。按你拉用的？唔拉，一天。因为1000人条，一撒差不多要估几多条叫的？平均1小时条鱼。一样的这个动物在可能外国的留学生或者是打工度假学生，他们对动物有兴趣，我们开放他来这边试试。按你讲有没有同分享台湾的朋友？不光是台湾的，全世界的朋友都真的来因为台湾日本人靠去买纯种狗，故所使用数地位度，本生物飞速专查严重来买个狗的，这点唔当然能应用。我唔过轻易出本嘅安乐死，虽然离2020奧運日而全國無安樂死嘅目標很當然，唔過已經對廣島、神奈川用本呢條演示開始有啲改變。马上回歸。他有時候會都不想看到我。他知道有時候一個假1個禮拜嘛，他就不想看到，他不敢看到我。我那2個月跑了3、6個家，我都沒有來看他。然後有一次我來帶他的時候，那天他玩到太興奮，然後我要回家，他根本不想回家，就哭啊，真的是哭。然後看他眼淚就流出來，他尾巴一直甩到那個牆壁都流血。我來接受這個訓練的時候，我自己也掙扎很久，因為我很喜歡狗，可是我小時候家養很多狗，然後我爸爸那時候是犬舍，養到狗就賣掉了，所以你好不容易愛上一隻狗之後，他就賣掉了。所以一直到最近我才決定說我要開始好好來跟一隻狗相處這樣。不然以前我愛狗，可是我不敢跟狗相處。所以我們現在2個都在建立那種，到底誰要先離開誰，或者是誰要把誰帶走，是因為他留下來，還是因為我把他帶回台灣這樣。對日本沖縄嘅養傷學校畢業過後，Ken哥從外景節目翕到客家社區紀錄片老天爺，媒體業嘅專業養成老彈性公司，變做佢做醫生嘅支持力，老人生嘅各種經驗化作養分，唔但將變做台語兩體媒體老搜救專業嘅關鍵人物，係老40年嘅人生帶到無窮嘅高度。冇唔錯，冇可唔錯，呢種理想真經當到驚喜。接下來，Ken哥要同我來挑戰人生700抽直升機嘅經驗麼？做客他鄉 ，Let's go！ 哦，坐到飛機當然按你感覺自己很酷呢，雖然講沒坐在駕駛座。啲飛機當要看下去，正經當將應該比如要去體驗當重要的任務，錯嗎？像你要看到了就是買到的我們單位裡面的直升機啊，但買到為什麼講有那個直升機是講，這個航程可以在500公里，所以在我們中國地區或是九州地區發生的天然災害，我們都可以在第一個時間很快的到達那個現場。像去年發生的熊本地震。我們從這邊出發到那邊只花了不到1小時，那會比一般的部隊、地面部隊來得快。那未來我們也會在這邊做一些離島或者是一些比較偏遠地區的醫療和後送。這邊有大概1000多個這樣的島。哦，左邊那個島就是我們的島，我們現在要去的就是前面那個島。我要帶你去見我們的島主，島主見我們的海軍部部長。哇，那是一個無人島，什麼都沒有。莫講係講到搖來搖去，初中以前啊，聽緊條條攏喺你講，日本前2年係捉下來一兩嘅，到底係冇少冇蝕啊，開係700抽直升機，腳都軟，見狀都威死哦！冇20分鐘，你就對望5圖嘅神色廣大，
多的少年的来妇女孩，夹夹先来拜访岛主哦。周末，嗨，看住啊！中海来的根本就在世外桃源，人间仙境，世外仙岛啊！嘿呀，仙岛啊！来一开始来说吼，你都一直在卖关子，不过来到一踏上这个土地，我就觉得那个轻松感油然而生。以外，来吃到一定有特别的作用，错吗？もともとこの島を選んだのは私たちの代表が、いろんなこの瀬戸内海の島を最早一开始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组织的我们的理事长，他在濑户内海，他想要找一个岛，在整个濑户内海这个海域里面啊，刚好我们这个丰岛是在整个濑户内海算是蛮中心的哦，东岸的地方，还有做医疗，医疗，还有做人道救援，还有做一些天然灾害的救助。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岛可以做一条中继点了。哦，中继站，不管是在我们的航空器的转，比方说我们再往下一个点去，这边可以当个给油的地方，或者刚才讲的这附近有那么多离岛，说嘛，而且等你可以给入宽日线，只是摩给，真嘅冇方便，冇关。古手感这种，那我们就可以提供医疗的部分，或者是其他相关的可能性。不过讲到医疗啊，就像讲医疗是怎么样的方式成为医疗的中继站？今私たちはこの特に瀬戸内海の離島と言われるどちらかというとあまり。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这个岛我们是一个据点嘛，交通比较不便的地方，我们会提供它，就是我们现在有的船艇跟我们的人家抚养机，那个接过来对吧？比方说我们把医生带来这边。哦，用先生、护士接落来来，实习医生啊，跟主治医师啊，像给到人来上班。那对那个离岛的人来讲，给到来那些哈利片的。迄讲最近迄拄到哈洋葱诶，那个就是用那个船，那个直升机，还有送到后送开直升机。哦，那么当时几个彩电日本人，你用班看你啊，伫台湾来，哦，又爱捏心，又爱能力那么好，然后又希望两国之间有更好的交流的这个教练，通常这样问都是漂亮的我一听哦，真的吃亏了哈。He's crazy. Yeah, crazy. 変なやつですよ。很奇怪。いやなんでねわざわざ台湾から日本の私たちの活動に協力というか積極的にね来てくれ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つも思ってましたけど、でもなんかもう本当に熱い人です。ナイスガイ。你吃懂懂昂吗？バカとバカ。そうですね。ですね。奥さんもバカですよ。まあね。他也是很バカ的。だから気が合うんです。そう。ね、で、9曜明星演出来来位啦。錯噶，因為在那邊演吼，可以有種上班啦，但是你對人道救援或者是對一些這種公益事業沒有相對的熱忱的話，一天做唔得，沒做唔到。係啊。一三年撲熱係起飛，一群人撲熱出咗嚟改變世界方向。總係有人講，我哋真有辦法改變世界，做到一群同心合膽嘅我哋向下總鋼鐵，見到有一種英雄雄俠嘅浪漫，相互並重。为世界还有家乡尽一份心力，安陽的使命感，每本聽歌散發出無窮的自信還有風采。來替拜好出做客的任務就獨到，好玩嗎？好玩啊，懂很榮幸。之前大漢第一集也是我帶的，真給他看，在沖繩那一集，握個手了，拜託。通常給我帶第一集的，都會對這個行業重新有新的認識。沒，但我很喜歡做客。你知道做客的魅力在哪裡嗎？在哪裡？不管是劇組的人也好，或者是參加的主持人也好，你會在很短的時間去看到一個人他很精華的那半生或一生。真的。因為你會看到很多人他成功那一面，所以你剛開始。你看，你可能會看到一個錯誤的對象。慢講，我其實在你身上學到很多，包括你堅定的眼神，還有你對人的態度哈，還有你看你講做客，你參與過案長的時間，2年啦，2年啦，算長的時間，你就有這樣的感觸。你看你做這個救難工作的這個職業，跟一定有一開始你就想要做這件事情的動機嘛。一開始有講啊，你講你是幾歲？叫做18歲哦。18歲，迄蠻個經驗哈。我們先來講，我做到乜嘅事情，我想想要做啲事情。我高薪一開始是這樣嘅高薪，我第三組睇嘅，我只婆對我真好啊，佢對我真好，佢從我講唔好歡迎，你喺做到是2男人天數。哎呦，龍阿婆講嘅強。係啊，該當係19歲時間，當然係該時間係真好搞無線電。那種火腿族，香腸當流行，開始抹牌人的香腸族，就會在地方上哦，有時候發生車禍啊，發生什麼大的事情，他們會通報，那大家都熱心嘛，
就会去啊，车祸去帮忙啊什么的。很多人都是那个时代这样开始的，在台湾啊，那就越玩就走火入魔了，跟高是跟胎的。聂市长演过了，是学了蛮多东西的啦。我印象很深，大概是像921好了，921那时候我们到了，我个人到现场的时候是凌晨3点多。哦，这样子什么手机什么都停嘛，联络不上。那一天的星星大概是我这辈子看过最漂亮的，因为没有光害嘛，都停电了嘛。但是我们到的时候，中寮乡那3天我们大概整理了70几句，然后你就看那个乡下那样摆，乡下请客那样布房看过，在布房淡那一句一句这样放着，那个我印象很深刻。杨眼神在给你做按斗的事情，做了事情按斗眼的，你怎么样调整这个心态？你怎么忍住那个平衡？譬如说，我还是要忍住，然后救灾。我现在比较冷静，因为以前是志业嘛，现在是事业，所以我没有那个条件去走那条恐惧的路太低，对我来说现在是这样，所以其实我自己的心理建设蛮好的，但是有可能自己静下来的时候，会对那些在我们手上失去的人，或者是我们找不回来的人，会感到一些遗憾。每一只生命是应该本人填表贴的，大白的受救都本天哥影响同情，还那叫我提倡一家进步又进步。跟伊相处下来，你无讲听嘅讲法有啲傻皮，唔讲係上，也就會建議10年來唔是停過嘅9年人生所累積嘅自信，尋到合適嘅位置，對人生嘅路向盡情嘅發揮。呢本聽歌對生命有無共樣嘅想法和認識，係那做到嚟展現你當下嘅意義。참是離開無限的聽歌，你要來去廣島有名的世界遺產地廣島。對廣島下次開始寫港後出發，唔是15分鐘時間，搶下來倒檔老了咯。What's this？ 這是什麼？你会说韩港料理生产的牡蛎的产量运输到全日本是70%。What's the flavor in the local？ 阿基米卡卡ですか？What's this？ 这是什么？糯米鸡啊，你会说出来？这么巧，太好了！这个是什么？这个叫枫叶馒头，就是枫叶馒头，对，宫岛最有名的小点心。好，切成这样，我就一定要试吃一下。你有推荐最好吃的口味、最经典的口味？日本人最喜欢吃的是红豆沙，因为这是最原始的口味。哦。哎，这个蛋糕很绵。然后它的红豆沙是很密、很密、很密，然后吃起来很香，有特别的红豆的味道。我们家呢是自己做的红豆，而且这蛋糕其实跟你说一个小，因为这边有很多就是制造枫叶馒头的，就是各个家嘛，每家的可能就是说主要是这个枫叶馒头的这个小蛋糕啊，还有这个豆沙，其实味道都不一样。但是其实最好吃的呢是热的，热的，对对对，刚做出来的只有在县里才能吃，热乎乎的。老板娘，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这里最有名的甜点是枫叶馒头，它的起源是什么？大约是在100多年前，日本有一个首相叫做伊藤博文，然后他非常喜欢到宫岛来旅游，然后到一个茶屋喝茶，看到那个茶屋给他上茶的那个小姑娘的那个手非常漂亮，他说：“哎，如果把你的手做成一个小点心，烧着吃，一定很好吃吧？”这样子说会不会哈兹卡西呢？然后那个茶屋的老板娘呢，就是让当时的一个工匠，就是按照他的提议，然后就做了第一个枫叶馒头。哦，故事是这样子来的。要不要尝一下？哦，小小。哇，佢食起來有啲甜甜，有點鹹鹹，加上毛貝像芥蘭果一樣，有一點點煎蛋的那種小小的焦香味，吃起來非常非常的搭。難怪枫葉饅頭會變成所有遊客來這邊一定必吃的。原來啊，枫葉饅頭同枫葉冇半點關係啦，所以係人傳下來嘅老舊事。
不过，确实东涌以此个出名的伊藤部分要开一小口啊，点到本来4点时很啊神奇哦。感谢大家对中国东北加多了未来的4条讲样，本来有只机会读到了流传百年的好美食哦。顺利表差不多2点几来哦，所有的人都本了动态的番薯雕刻吓到嘞。哦，有看到吗？很大的番薯哦，安尼挖翻起来是一听动爆，知道吗？大家就看到一入来，当到的纪念品啊，都会饭勺。唐讲以前俩在地方有一只武松人都市政啊，佢吃到俩多少人哈，没有什么谋生的能力，古时候佢就看到俩位当天神。辩财神指引，嘿，什么神哦，女神哈，也有拿一张琵琶。后来市政和尚他就觉得说，这个琵琶可以转化成意象的饭匙，就编安呢饭匙。挖翻通走人都美西头路，美西头路嘞，俩意思咩係講打敗敵人，打敗敵人意思。古時候講俩位啊，講到打棒球的時節哈，你就看到有人拿2隻飯匙嚟。干巴的，你靠的意思转化过来以后呢，就变成这里的纪念品，上面就会写多交通安全啦，夫妻和乐啦，减肥成功俩的意思。古时候讲俩位这样按到的纪念品的那位老俩人，出来带番薯转去。来到广岛，一听呢是在出黑，喳喳，出黑牡蛎啊！唐贡第二位生产的牡蛎的产量运输到全日本是70%呢。来，先来接下来点一下。Hi， 看住啊 ！Hi，what's the flavor in the local? Cheese oyster. Number 2. Yes. Oh, and the number 1. 对日本好食泰國嘅健身人嚟講，北海岸、南港島嘅女行法絕對唔會生疏。因為內婦女可以穩定的潮水，有豐富的非油生物，走出皮膚膜的問題。古所開創的港島430年學泰學的歷史。當年1到2月寒冬，就係泰學的沁培季節，可能大家一口殺了一口，那一口呢咪吞冇停啦。嚟下繼續嚟食。烤過以後，它的牡蛎還是那麼大顆，又很有嚼勁。以前啊，在嘉義布袋吃的時候啊，其實牡蛎比較小顆，也很好吃。但是因為可能這裡生長環境不一樣，然後它特別的肥美，所以吃起來完全沒有大家害怕的粗糙味。兩個在有說，我家店咪天一隻米絲，所以 cheese 後面，我咪當小說安尼又加配了米絲的 cheese 後面。美味しい，完全像是听一掌。你一听吃到了，一听懂贵重吗？其实不会，在台湾吃一颗牡蛎，你应该吃过，知道价钱。一条尾差不多一张60塊台幣，60塊而已。來公島的地方，一聽呢是在吃味牡蛎，你給他看看色哈，繼續。兩隻成立線 CNN 全球聽一講嘅小鎮，有當到歷史悠久嘅神沙老廟。不過可能因為當地人先天偉神嘅虔誠心意，本來會還保有100年前嘅恬靜安詳。短短嘅鬧熱街巷，咪欠睇了小鎮嘅古韻氣氛，兩位咪係看過最愛吐哺乳類嘅蔬菜哦。很冷哦，啊，有點寒。我很喜歡這個地方，我非常喜歡這裡，這樣很安靜。那這個地方他們是稱說日本3大景之一，天橋立，還有松島，還有宮島。今年迄個條拿到世界文化遺產的第20年，20年。那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是嚴島神社，最為始的是給皇族來祭拜。哦，一般平民眾的，像我們都不能來，我們都不能來，對，我們就只能在海的那邊看而已。對，你神社有冇個特別的地方？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它的整個迴廊啊，你會看到紅色的迴廊，它是建在水面上面。它漲潮的時候，你會看到你要水，你這邊踩出去就可以。因為你要來時間是說，你要是退潮的時候，像你要看到的神社在頭前那個很大的鳥居在海上面，對不對？那個就是我們從那個鳥居前面那條路進來的，日本所有的神社那一段路都叫表參道，就是我們要去參拜那條路。過了那個門以後，就算是一個神的領域場域。人家在島中邊還沒有看到東島的神社很多，所以他講的宮島是指是整個島叫宮島，那嚴島神社是講這個神社。
来妇女河的蓝色，映照着丰富的海上土里，老岩岛神沙，係講到千點崖下人嘅風景，其中分給神聖老絲熟嘅第八團土里，係用600年嘅楠樹製成，由16公尺高，60噸重，100年來莊嚴創發起得海大，留有1400年歷史嘅岩島神沙相互輝映。呢間拜海洋之神嘅聖殿，對1996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頭擺請氣候風氏貴族來參拜跪天，將京都風雅平安文化帶入。其實係講世界有很多的國家可以選擇，你有冇特別選日本？你看你日本話又講得很好。第一，我日文不是最好，但是我很敢講那基本上就是語言會通嘛。如果語言會通的話，來這邊工作的條件就稍微比人家多一點，這樣子。那再來就是我喜歡日本社會的這個氣氛，還有社會倫理、職場倫理都蠻喜歡的。氣氛啊，因為當然要來安定的地方，我就是會稍微牽掛家人吧。你有冇看還有嘛啥？買媽媽、買妹妹。媽媽、妹妹。嗰個啲雙海。啲雙海。我20歲的時候，我們就是變單親家庭。那我媽媽其實是蠻堅忍的一個女性，這樣子。她其實吃了蠻多苦，這樣子。所以我覺得她也很樂觀啊。我的個性其實受她感染，養多，因為她一直都是很樂觀去看待這些事情的人，所以對我來說也沒有什麼苦到過不去的日子。但是13歲時也是開始，可是風波制，唱片行打工，麥當勞打工。當兵，我每個階段我都覺得我還蠻對得起我自己。當然啦，大兵按當年以後啊，你還有成績。不過，當然我想講，哇，中年轉業，因為你算起來，幾多歲開始轉業？41歲。41歲咧，對於當人來講，其實中年轉業大家都會有一些危機感，會害怕，然後要轉換那個過程跟心境上面，有沒有很掙扎，或者是什麼轉捩點，讓你覺得我就是要這樣做？我之前在2001年以前，我做做青銅業的，我差不多做6年lang的不動產、房屋中介、土地中介。那個時候可能有存到一些錢，所以在2001年以後認識我的人都覺得好像我家裡環境很好，實際上不是這樣，都是自己上來的嘛。年紀開始走到可能30以後了，你就會想說，你可以做的東西比較多了嘛。那最大的轉捩點，我覺得應該是921啊。921嘛，對，921那條線改變了很多人對志工的投入的想法的格局，對，你有想到講，到底還會行這條路？有想過會一直做這一輩子當志業，但是沒有想到會變事業。那現在就是有這個機會，把志業轉成事業嘛。那既然有這個舞台，我就要把這事業做得比我當時期待更好一點。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那如果我這條路沒有選對的話，3年以後我會後悔吧。其實我對我很多新的挑戰都沒有抱太多的恐懼感，但是在我結婚以後，我的新的挑戰對我的太太會有恐懼感。哎呦，這是一定的。你剛才有講到你要朋友嘛？你是澳門人？澳門人。兩人認識多久？我們認識15年吧。因為我們那時候在日本，在沖繩，我們是在沖繩 ，Okinawa。哦，記唔錯。真的是認識別人是不是？這個還要剪掉。我們在橫濱。他暑假來念書的時候，就在我們班上。啲假日讀大學嘅小草，是到日本有個蛤蟆讀幾年學校，咩因為咁樣牽起了傾個緣分。原本只係強班同學2-3年，冇想到19年過後行強下，輔導共同經營未來。小草當姐姐嘅表達澳門文化局幾度穩定嘅投入。你一開始啊，你就抵講就要來這邊做安尼工作，就說一開始你就知道要來這邊做？不知道，不知道。因為其實我們之前的計劃都是基於在台灣的，是後來就結婚前的1個月還是2個月，那就結婚前啊。對，歡迎邱桑，感謝啊，這是漢桑的太太啊。遼寧，東北的麵食我最愛了。我們一過節都這樣。我們這邊什麼理由都可以來吃一下。
结婚前的1个月还是2个月，他就结婚前啊，对，然后就突然蹦出来说，我决定要去日本了，这样。对，那我听到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心里面有80%是已经决定要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并不是要询问或者是要商量，他就要你啊。对，然后就告知我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听到的时候，的确还蛮生气的。你有说服他吗？就说因为其实大家认识他的人应该也知道，他讲出决定的时候就是没办法说服的。对，我也知道这个机会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尤其是也要让日本人他要接受一个外国人来当你的 trainer，那这样子的机会的确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也不是很容易可以得到。如果万一我不去了，或者是我们决定要他留在台湾的话，也许他会遗憾一辈子。这个让我听了就很感动。可是你有想过，就是说，如果他现在真的要出任务啦，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心里的不安全感？其实不用想，有经历过了。真的吗？什么时候？其实有经历过了。那因为之前有一次，刚好那个时候是在鸟取，我们广岛在上面一点点。那个时候地震刚好是我们家也有感受到，因为其实说真的，住在澳门这么久，澳门是一个没有地震的地方，然后也真的 touch wood 也没有什么大的灾害的地方。那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我也还蛮怕的。真的在震的时候的当下，其实自己的心里还会有不安的。对，那刚好他们在家开会，那知道之后就决定说立刻要出发，这样子就看到他就开始在准备装备啊，就一包大包小包，半个小时之内就出发了。然后当下就只能不停的跟自己说没事没事，应该是没事的，反正就是去看一下情况而已，应该就没事这样。那可是就一直会在那边等讯息，对，因为其实，在我们分隔两地的时候，他也很常出任务嘛。那可是当下是因为我们在2个不同地方啊，有距离，对，那起码会有其他东西我可以分散注意力，对，那比你真的是一个人留在家在这边等的时候来的那种心情，就的确会重很多。就算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不过要面对生活全新的改变，本身就没咁简单。婚姻中嘅什么人，单单本意希望牺牲理想、牺牲自由、牺牲大家做得虔诚西来人去打拼嘅理由。不过小草不用得全部來到冇親戚朋友，連語言都冇馬同嘅國家，這種複雜嘅心情，順便人可能咩做得了解。不過兩咩本上嚟當然嘅兩上人，體排有機會共下生活，共享幸福嘅歡喜。做到兩群我個盤訂日本黑嘅蔬菜，所以獲得嘅熱情，足做得發得室外人行意圖嘅歡喜。喂，你好啊！他讲是中国哪里啊？我是辽宁。东北的面食我最爱了。所以今天是我们村里面招牌的就是水饺。我们一过节都这样，我们是个大家庭。对。我们这边什么理由都可以来吃一餐。师傅，我要叫你师傅。哦，不错哇。对，台湾饺子。然后如果再拉长的话，就是锅贴。对，是锅贴。哎，这个很厉害哎。中国人的媳妇，所以他就会做饺子。伫抢游气丰营的亚洲村地北度，用小马村庄木下做中心，达人嘅其中各个人才攀的家宴。大家虽然因为无共样目标来到了位，不过都伫为世界很好的眼睛来打拼。一年嘅至少100个大屌丝，涵盖相互鼓励，然后继承做嘅幸福时光。じゃあ、コウさんとコウさんフレンズ、ようこそ我が家へ。じゃあ今日は楽しいパーティーにしましょう。乾杯！乾杯！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觉。你看，你还马赛摩耶，尊重的摩耶，尊重的摩耶，你看出枪给摩耶用，没枪的摩耶啊，没枪给摩耶哈。这个村其实大家都年纪差不多，所以我们在相处起来的时候是比较能够互相帮忙。虽然可能他在牧场，他在餐厅，他在流浪犬，他在不同的事业，可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地区发展的好，然后让我们的国际关系一个更好的，有点像一个世界的这样。你们是铺长啊，一共啊，我说形容一下他说。只有一个字叫 crazy。社长哦，你欣赏说那个 crazy 的部分，朋友蛮欢迎。我直接回答你，好，他比我们还要疯狂，所以我们是跟着他的。再说的说，他比我们还要疯狂。对他觉得是因为他有他的魅力在，所以啊，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大家聚集在这边，虽然不同的国家，但是却感情很好哈。跟雅一聊天啊，就讲到说小草啊，你懂唔攀的，你在台湾就是放弃这样的生活，然后过不一样，他觉得很辛苦的生活了，结果他自己又放弃了。他比较辛苦了，对他放弃的比较多。我还在做我想做的事啊。那他不见得是来到日本就放弃了，来到结婚那一刻可能就要放弃很多。那你对他的感谢，就对他好一点啦，然后满足嘛，想吃什么就吃啊，想去哪里就聚会就聚会，跟你这个接下来有没有你自己想要做到的终极目标？像我们其实，在地震的这一块，我们其实在国际上联合国它有一个认定的资格嘛，它有轻度、中度跟重度的。以我们现在的能量跟我们现在有的资源，我们可以朝中度救援的认证。所以未来我们希望在2020年的时候可以拿到中度的认证。然后等到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或许就是我回去分享这个过程的时候。小草，你觉得你嫁到什么样的老公？对我来说是一个万能的人，几乎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可以回答。这样对比起来的话，我会变得是我很小，可是他会让我看到不同世界的东西。这倒是。对，我也曾经跟他讲过说，如果我是朋友，我是以朋友身份的话，我一定是100%支持你做任何决定，做任何事情。那可是当你的身份换了之后，变成你身边最爱的那个人的时候，你的那个想法就会很矛盾。也许你就要所谓的把自己的私心要放下，只能把大爱拿出来。我相信很多，比如说当消防的另一半的人，应该都是这样的心情。大三年，三路江三七的才能现场，这群铁汉，啥想都唔是想，就变到总心去嘅。古所电台。就变做记得我看人天朝爱的舒服，坚强还能喺高不将爱学会武装。人生的计划永远脚唔到变化。面对这3年的相处，小草懂体贴，小小的讲，可能就会交伴一张无平凡的人，才好多安尼无平凡的人生。来想，第4万人的协议地位度，仲有份4万人学唔来分手，本2、3年爱情。神法做得保护规则家庭的立体。